家乡的梅土是乜界？有人讲是20世纪之前，客家张兴新日台前人南迁结下的北方。有人讲是19、20世纪饥荒战乱，围剿土难土海人走嘅家乡。有人讲是过年过节张作德转入摆界南洋。在马来西亚，讲到汉人就是惠州、河坡、台埔客。六大顺，各有各界腔调，代表人物留历史经验。当然，没有各界彩色。上班子对马来西亚客家过年过节视为看多，在小庄都强闹年出现，澎湃嘅配套满足神马，人人嘅外形代表家庭嘅团圆老财富。96年是全福海的日子，对台北到吉隆坡坐4点钟飞机唔会吉人。吉隆坡到马拉加坐3点钟的车，咪唔会抢人。马拉加是殖民时期非常重要的香港。台航海时代结束，留到3派海湾嘅殖民建筑，下边非常重要嘅观光资源。顺电润河。看得到花人到了到生活嘅选择。到台湾开马来西亚传统嘅马来梅，转到屋下总算唔是10个嫌7家马来梅咧。到家乡大家嫌机咁呢Nama saya Oren. Hometown saya dari Melaka. Mula-mula saya pergi ke Taiwan untuk belajar lah. Tapi sekarang saya mempunyai keluarga di Taiwan. Saya ada 2 anak sekarang.广东传统嘅柳生到马来西亚变发展嘅意式料理，过年团圆，穷下柳生，为了乜嘅？家家户户全有7家嘅材料配方。不过关键系为了食材切到柔柔。摆到法理嘅切菜人盘，抢菜抢，菜头风，土嘅素甜，蹄头马儿正家乡梅，人作人盘味道一责人。老厨参与送嘅初代，出力了，搞怪了，抬上了，显啊旺啊发啊
料到风生水起，食材满足，闹热渐渐。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气息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转功成，十全十美。哇！甘的阿妹是马來西亞客家第三台，阿公阿婆對中國海陸豐來，因為當校化樂，參加通案兼下會館化樂團，屬是校江得罪古界喜馬線。我跟我太太认识，主要是应该是离开学校了在社会工作。那么我们都爱好文艺活动，所以在一个华乐队里面认识的啦。那么华乐队，我本身是拉二胡，那么我太太是弹扬琴。那个是婚前就已经参与了，就已经有40年了那时他先参加，我才过后才参与，然后更何况是顾问老师就是我的音乐老师来的，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参进去那个乐队。不過喜馬線總是唔記得團咧。黎強芳嘅事業是建造建態，擔任樂團嘅指揮。順番子係台北客人出名嘅料理。可以切片或者可以切丁都行，薄一点比较容易快熟。脆熟嘅糊交入薯薯粉，攞做團。年初一的東岸哪怕係個人餅，做法最難的過程中就是要搓，如果你煮多的話要搓木薯到台灣按到薯薯，因為要毒處理當油工，一下後少人做來食，後生容易加工食品將進駐。不過到馬來西亞，薯薯是係家家戶戶嘅天分來源。看到了解點心製作嘅嘢可能是會想到污染。不過比起攞切順番子很好受幾年。你係要注意客家點心，應該會想到綠湯匙。比起手指公，紙銀紙電到好用。到馬來西亞嘅生活度，也是係上進、採驗講真、精打柔順嘅上盤。綠湯匙唔錯，我係講上盤子。上盤子為到降鹽誤會，所以冇撈湯，愛병入鑊肚炒出刺線撈成結。炒過嘅豆腐乾先撩起來血群，蒜頭仁、蝦米、香菇、木米、豬肉撈蠔油，兩種料理手法當上面。不過又因為菜地食材
多少冇强容。上盘子捞豆腐干落鑊，它一定要有一点肉哦，哈嘎伊呢喜欢肉的。其实后来你还可以加其他的都可以。料期間呢，料到走水，實實起鑊。像乒乓球这样子。你要加菜吗？这个是辣的。我也要这个。来吃饭喽。扶起碗。盆竹蛋、咖喱青菜做飯，鹹香又清爽，味道看起來不搭不切。不過到南洋嘅盆竹蛋，做時豆搭做飯咧。咁嘅阿爸係金門人，在原呢出世，使到馬來西亞生活。佢遷徙嘅路是係前到南洋華人共通嘅記憶。我老爸聊去嘅啦，後邊喺印尼嗰邊啦，當時就百華。那麼因為爸爸做醫常常有來往馬六甲這邊，所以就往馬六甲這邊逃咯。時差對馬甲新村到馬拉加，順時嘅下要40分鐘，車差是要1點鐘。第當日車差嘅馬拉加，根本日來到算好做咧。馬甲新村係馬拉加最大嘅新村，地面大體對中國海陸豐來。馬甲新村係典型嘅馬來西亞社區。咁嘅阿爸伫呢隻客家新村有一段難忘嘅回憶。當時是阿毛軍隊啦，加共產黨啊，馬共啊，因為伊人有對抗。按呢款嘅情形咧，一個阿毛政府咧是講好聽，就講愛保護大家。其實是把你人關起來，甲圍起來，買互你人個幫助迄個馬強，安尼款嘅情形。所以咱華人哦，就被監視哦。白天出去工作要報到去哪裡工作那麼傍晚了一定要回來要報名，在一段時間裡面都很辛苦的。貴太片嘅一面經濟作物，對面前村道人人嘅山順，係馬來西亞最壯觀嘅風景。台涌嘅係種樹，西涌嘅係香蕉，佢哋係工業發展嘅重要原料，咪係化工下南洋全世界條路。國教係馬甲新村重要嘅經濟發動。赤土嘅日頭長出來，大富潤大電頭燈，讓國教島順電多隻黏黏嘅樹繞，鏘鏘掘出一條棚。黏白色嘅香蕉對鼻棚流出，順電倒風割過嘅汁，一滴一滴，讓當晚嘅熟土累積出生發。做嚟做阿爸阿公到其他三胎咯，30年啦樣要啊。
愛青是夠多年嘛，愛青是什麼香蕉樹多嘛，也有種都好少咯。佢每嗰條家庭嘅關係，要條人出來嘗試做工，就冇可以人做咯。嗰條種就係講早啲唔是很多工作嘅，而佢都係整嘅做兩擺嘅，一割個欠人家割啊，割開兩輪個一整嘅，雖然都點點熱熱去出門嘛。即係講對我哋身體好，即係講你去 exercise 咯。像我樣行下都要曉出汗嘛，覺得嘛？啊，即係對身體好嘛。这片上高人是罗子贡离开故乡，来到马拉加，一脚初挖出界风景。羊头夫是系保有玉鸭嘅头夫，羊是系想，老玉鸭想到头夫度。有人讲，羊头夫是系客家县民向南走北最重要嘅印象来源。打造行业一件熟世界茶传说，也有熟世界人老传说，系用来开始人一界生活仪式。点入杯啉嘅，欠入份食嘅，看日下部主，应该就得讲系生活界本能之一。行行是爱对饮物嘅水开始。到了规模摩吉台嘅新村，安地嘅茶水摊系比较嘅设施，佢嘅茶传说老所有嘅茶传说穷人，卖嘅系临分嘅食物。我们这边的哪里好呢？地点好。这边过路客很多，以前摆好多东西的嘛。以前他妹子送埋學娘，他們結婚的時候，你要做點心，要做包，要油條、麥雞都要呢。然後妹子計，睇你冇人做，冇你計人數咧。3點凌晨做到1點半睡幕。如何管几年嘅烧水，就得冲出一团落线嘅时光。提醒爱啉乌加比、高比欧，第四系年茶。让线嘅人是爱啉八宝凉茶。几件食摊儿，独一盘干肉盘。煮一碗偏心面，两道食物夹起来是系马來西亞新村淡淡不過親有味道嘅風景。到了按到嘅食物度，最早的表現紅地小米嘅就係羊頭腐。羊頭腐有人講係客家人懷念北方。用燒頭食材發明出來嘅食物，不過羊頭腐到馬來西亞已經變成沙時代嘅國民美食。
啊？选一下。係嚇？嗯。那幾多邊個咧？喺過年咧。嚟啲啊，個吊鐘嚟啲。哦，呢排銀到五呢咩？係咩？哦。啊，都道場。在馬來西亞，講豬肉係反映料理嘅靈魂，應該程度都好。兩梅頭有黏黏嘅文化、記憶、老認同。不過，比起豬肉，馬告五係很老重柔嘅食材，提供比較嘅口感。熱刀切過，割肉溜骨，用湯水刮過，肉皮分離。黃豆、蜜豆變五種，再個變轉來用刀背剁，係味道本五肉有油有保留五肉嘅鮮，絕對唔係按啲姜味剁到少。拿来釀豆腐，釀豆腐的料就這樣子，然後還有蔥婆，放一點蔥婆比較香，這一點糖，麻油，還有雞蛋。為一啲啲薯薯粉，叫做鴨。這樣子就可以是豆腐的料，客家豆腐的料。豆腐切一隻後，底背肚切滿鴨，蓬蓬嘅樣是長長2到2嘅嘅皮包。暗地還有一出小露菜，是過年常看得到。春節就係講用個家裡有喜事的話都會做咯，有多時都做啦，有人客來啊就會做咯。做春節嘅豬肉夠容易，到啲五萬剁銀脆，剁粒粒，然後摻啲呢個豬肝啊，呢個個多料喎。蠔油、麻油，然後胡椒粉最重要，鹽啊、味精啊、糖啊，這個要下糖。然後的確，它都給它肉比較綿綿，它會鬆鬆的啊。最重要是馬蹄。就連颱風式嘅山，雜果包一件，電到公嘅春件，食材係喜喜洋洋。豬肉料切地，加入馬蹄，用豬苗油包起來，係傳統嘅梅頭。然後呢就春節呢就要黃油夠好食喎，你就梗係做黃油啊夠好食咯。你有啲人冇黃油，你就用呢個豆腐皮啊、腐皮啊呢做。
这个网油没有这样容易找了呀，很难找的。最好的春间，都有幅度跳练舞，跳出眼界界欢喜。含擂茶係傳統，不過1989年，台灣一項一特色發明甜擂茶，世界下開始，台灣人到海外華人對擂茶嘅印象是冇強容的。一間自媒開嘅擂茶店，對山上預報賽道小都吉隆坡。這間店頭擺係阿哥開嘅，幾年前托台灣本養嘅阿哥，留馬來西亞嘅家鄉妹帶去台灣。馬來西亞嘅店16本兩姊妹。那時候想說結束的話，我就覺得很可惜。可是我不要回去接手啦。因為我們在吉隆坡習慣了，都想說啊，把東西器材都搬到吉隆坡，我們在這裡經營。客家飲食在馬來西亞係先民下南洋最安慰人嘅食物。肉骨茶是係來自先民生命經驗嘅料理。講好供應，滿堂小食時尚嘅肉菜，夾強下鋪入黃肉，用時間留實體嘅記憶，鋪咗一鑊裊裊嘅肉骨茶。我係功夫人，我就結婚就嫁變客家人，我先生係客家人。其實佢喺埋做擂茶，我唔會做嘅，我有時拖時間嘅，我哋賣白骨茶嘛。擂茶而自家做，我講我唔會做，因為擂茶好多工，我講。我先生同我講，只講而家我都要看，而唔要做擂茶，而唔免嗰個好師傅啊。因為我先生佢中意心臟病。就俾佢做手術，做手術俾我冇辦法咯，就白骨茶唔可以做咯，唔可以做我就賣擂茶咯。到台灣食擂茶係食糕嘅，到馬來西亞食擂茶係食飽嘅。
大家街头全國一天又一見。我當然希望佢哋接受啊，要咩我鬧佢咯，我都唔做你幾多，夾係要做嘅小説，啱我希望，我有邊嘅叫我哋聽嘅，我要鼓勵佢哋攞嚟做咯，一定咯，咁咯，所以我要上嚟同佢哋一齊幫佢哋一齊咯，如果聽佢哋自己做嘢好辛苦啊，講老實。巴沙波浪24小時是很鬧熱，下晝係賣搶菜果子嘅時節，所有嘅人作連搶色嘅衫，都搶菜都強強為認唔出。我先拿給你，這個拿着這個，我等下再來，我要菜心啊。你跟我送他啊，在那個下面吧啦，19啊，對，下面吧啦。貴坤嘅蔬菜，貴坤嘅七千插，連幾大入全部上茶。就夠了嗎？姜楚明了？沒有啊，只有5公斤半吧了。他講還沒有來啊，可能應該等不了啦，看明天多2天咯。擂茶當難，我唔曉，也係特質市場探索，談到有人來買擂茶食材嘅下嘅範圍。呢個扎夠啦，自己食嘅。我食嘅。啊，10 makan咩呢 ？OK。啊，我邊嘅添嘛，而 Miss Call 我，而家把沙買沙葛嘅，我知道噶啦。他拜來，我打擂茶邊。洋葱哦，洋葱哦，靚啲哦，一啲係咪咪燒哦。買沙葛，要是買番薯包糖水，我哋要買糖水。你係買客家菜啊？我係買，主要係買擂茶啦，要多少其他東西啦。客家園咧，豬腳醋啦，羊鴨啦，姜醋芥啦，係寫喺邊嘅。OK，thank you。大包。哎，對，不過。年紀大入轉到店度，阿爸撒小撈蔬菜入去摘下來，阿妹撈兩姊妹坐到作角，一批一批撈7,000插嘅入去摘下來。好得前一日破好入已經處理好勢，希望愛處理了豆菜為冇干冇實。北部擂茶嘅搶係茶心嘅搶，河坡擂茶嘅搶係搶醋嘅搶。對從事食擂茶道台嘅河坡人來講，茶湯嘅口味係比拼嘅重點。蹄頭、貓、鐵觀音吐出茶香。7,000插撲好入老香菜，到瘦綠綠嘅鑊度檢變，變到香味時實。並落日式腐烈線，
叉汤的父妹为节号，五福老主顾五人通，铁虎后生人打乱腿。出铁叉汤，排头未强人爱讲究，圈老界圈菜，隔蒜界蒜儿，聪明界葱儿，创球的韭菜，炒出7样菜。7唔但像係吉利豐容，咪係慶祝五個樣，演奏出草人界象徵。算是姜马街係店都南外日出客家美食，看名師弟，用姜馬老算是老雞肉，獻上噴噴嘅滋味。老姜馬街時，烤爛烤面，表出做得出汗氣息嘅辣。放射老武士多落鑊，唔過姜媽，就個加熱魚湯，慢慢燉，梅頭緊來緊飲，湯頭緊來緊撩，10個嘅雞肉通烹浸落去，到慢慢嘅火爐檔，暖心又暖心。在鹹、酸、甜、辣、口味全部當衝嘅馬來西亞，擂茶是係一股清流，黏黏嘅青菜，叫人茶湯。在西行讓生嘅書台，看起來當聲音。算是姜馬街了出菜，傳統係用主腳溫嘅。不過，到穆斯林人口當多嘅馬來西亞，運用雞肉係大家都歡喜嘅事情。呢個樹苗嚟㗎係咪？誒，紅菜咩？好似係啊，係啊，你睇咩好似樹苗？啊，呢度係紅菜嚟㗎，嗰度番薯。係咯，有啲菜嘅嘅，唔係有機㗎嗬？係啊，呢個人啊？細人日頭往市場，係到拆拖生發嘅人照顧家庭，填出愛要嘅菜條。羅旺掛湯、三巴潮頭、酸辣菜，愛煮出兩菜熱湯。大腸賣食材是冇按蓋。做酸辣菜唔是太硬太肉，簡簡單單是做得。頭擺涵蓋肉骨茶店嘅細節，用嘅係買春嘅豬骨，呢係擂茶店冇春料，係用市場燒雞嘅雞腳、燒肉嘅排骨。過年時節，係千到刺嘅潮頭冇人蓋。好靚啊！呢把呢度，有得出咗啦。呢個
個一粒好厚厚嘅，係啊，大粒鬆啦，密密。好靚嘅呢係啦，呢個呢個啊10蚊，我今日平啲冇？咦9溝得冇？你講咩係咩啦？啊，夠唔夠一隻？夠啦，銀夠啦。潮頭界梅桃講唔出，施佐德講記到潮頭附界梅桃天葬體。潮頭白開熱粒看片節。咋個赤熱粒熱在，保證潮胖胖。叫買呢豆人嘅。在馬來西亞，西種烘日則時是高鐵5分鐘，是創建烘多界樹木時，日則時代表5分鐘。做日出功夫菜，外電菜釀熱梅是外電假則時。烘煙來到南洋，天朝為外到南洋界姊妹。蝦米、辣椒、風葱頭、蒜頭尖，全部變到雷巴度。他鄉變故鄉嘅梅桃就專業批控。在安島料理當中，三把潮頭應該係潤梅頂葱嘅熱行。是將潮頭腐、將榴蓮、後嘅人食到唔地律走。腦概念三到天時安人。踩啊！快點愛心，不是愛。煮菜要有愛心才好吃的，你知道嗎？潮頭、辣椒全部變落鑊度，從牙絲、從海參，掠出菜嘅梅桃。食材語言冇辦法表達。酸辣菜好食嘅關鍵，來自做料理嘅春料，比如燒雞嘅雞腳、燒肉嘅排骨。是酸辣菜啦，又放那個阿三皮咯，放芥菜咯，放那些燒豬骨啊，放下去咯煮哦。我做白骨點時都要賣，我做白骨點時我冇酸菜，點咩客仔照嘅？唔識白骨點，我識酸菜又幾照啊？要按照客仔嘅嗌哦。到了到題材市場熱地海面，讓所有嘅菌肉精華吸收過來，토마토、酸梅醬、辣椒。當葱嘅調味，選唔出馬來西亞題材嘅風味。酸辣菜鋪到綿綿，散發出來嘅香味，上加下鑊沙沙啲。食飯咯！佢講我叫埋佢整啲女，我問佢我哋影相食飯冇啊？我就嚟另一次啦，影個相先，睇下啲相先嚇。影咗落，先咪影晒㗎啦。
心啊！最弊佢唔食，呢個冇乜食呢個。嚇，食蝦咪啊！叫你們搓搓餅成一下。很好喝，很好吃。子瑩食啦。好得拎沙係一家老妹，時常當日來食飯，到講緊錢界馬來西亞都好甜甜。買臭豆，買啲雞腳，買豬骨。大家倡頭講，日久他鄉變故鄉，日久做得係幾十年。未可能係假台人，頭擺離家千里，總係讓他鄉嘅美圖變到家鄉。兩下交通離偏，未做得讓家鄉帶到他鄉。事實家鄉嘅美圖改變，不過還係做得本人感覺親熟悉。丈娘高春新对联，聪明雕狗满山遍，精密做饭瓜子筋，养成故意后四天。立刻梦中